大嘅舞台，你先會支持我同我買嘅。咁如果只要我夠專注啦、夠認真努力咧，你哋都會一樣支持我嘅。多謝你哋。你放心，我哋會一樣支持你去到更高更遠。跟住有請男國嘅選手陳浩。兩位經驗老道嘅選手，技術了得嘅選手，呢一場可以話係宿命嘅對決。見唔見到我哋台上面擂台上復仇嘅火焰已經喺度燒得非常之濃烈。比賽結果非常接近，係3-2，紅國勝出。咁我都係3-2等緊，係啦 ，respect 真係好犀利。再次歡迎嘅掌聲啊，黃天晴。好啦，陳浩都要俾掌聲你，因為其實我哋台下嘅評判63.5公斤級別嘅冠軍。